好多人去到今時今日仍然覺得一人公司 OPC 只係小打小鬧賺啲外快，根本冇可能賺到大錢嘅，點可以取代打工呢？事實上，國家喺推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之上，早就已經不遺餘力。就喺今年3月16號，廣東省嘅發展同埋改革委員會正式係公布咗一份重量級嘅通知，叫做《廣東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One Person Company創新發展行動方案2026至2028》。呢個係國家官方全力實施人工智能 Plus行動嘅鐵底指標方案，非常明確咁提出，去到今年年底就要先行培育10個具有引領效應嘅人工智能 OPC 生態社區，形成一批年營業額收入超過1000萬人民幣嘅優質一人企業。而去到2028年，更加要建成8個生態社區，培育1000間標杆 OPC 企業，聚集萬名創新人才。官方紅頭文件寫得非常清楚㗎啦。用好 AI， 一人公司年營收超過1000萬人民幣，喺今時今日係絕對可能，而且完全可行嘅。咁點解國家會定出一人公司年入1000萬咁樣嘅目標呢？因為國家都知道傳統商業思維早就已經過時。普羅賈維斯喺《一人公司》呢本書裏邊提過一個核心概念，叫做規模悖論，講嘅係傳統大公司嘅高營業額背後往往都係伴隨住極其臃腫嘅管理成本，內耗仲有極低嘅淨利潤率。而人工智能時代嘅一人公司透過數字原生同埋極致嘅自動化，能夠做到接近零嘅員工成本，你亦都唔需要交租啦，去撬動超1000萬嘅非線性營收。雷軍10年前就講過，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而家最大嘅風口就係國家親自落場，幫你將一人公司吹上風口。呢一個就係所有創業者必須要睇清楚嘅時代紅利。揾錢最快嘅方法，從來都唔係自己發明一條路出嚟行，而係順住國家集下重金鋪好嘅高速公路向前衝。廣東地區已經將人工智能 OPC 嘅產業高地圈咗出嚟，政策喺邊度，資金、人才同未來嘅市場就喺邊度，風口已經嚟到你面前，你又準備好年入1000萬未呢？